消息带您来关心，全国中小学及部分大学将在2月25号开课。为了防治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在校园可能出现扩散的危机，维护学生以及教职员的校园安全健康，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召开了专家咨询会议，讨论同意之后，刚刚教育部定出了各级学校的停课标准，采取类似 SARS 的标准。高中以下学校呢，有一班有1位师生被列为是确定病例，这个班级就停课。而一校当中有2位以上的师生被列为是确诊病例，这个学校就停课，停课期程是14天。至于大专的院校学校停课标准，则是有1位师生被列为确定病例，该校师生所修课或是所授课的课程都会停课。有2位以上师生被列为是确定病例，则是校方就必须停课。外电消息，澳洲墨尔本当地时间19号发生了2架小飞机在空中相撞的意外。这2架飞机当时都是由1名教练搭载着另外1名学员来进行飞行的训练，不料在空中碰撞坠毁，4架飞机一共4个人全都不幸罹难，确切的责任归属还有待警方跟飞航单位调查厘清。一架从墨尔本北部曼加洛尔机场起飞的双引擎小飞机，在飞到约1200公尺高的空中，跟另一架双引擎小飞机发生碰撞。 At this point, we're not sure why both aircraft were exactly on the same trajectory or why they were in that area. But unfortunately, they've collided mid-air. 2架飞机坠落的地点相距约2公里，因为其中一架在坠毁前还飞行了一段距离，1000多公尺的高空坠地，飞机4分5裂。None of the 4 people killed had any chance of surviving the impact. 出事的空域不是飞航管制区，没有塔台监控，而有媒体报道，当时云层很厚，影响视线，等到接近时已没有时间反应。 It's a big tragedy. It's very upsetting for everyone. 2架飞机都是由飞行经验相当丰富的教练带着学员飞行，没想到发生空难，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厘清。刘永伟编译。想袂到，高阳的头这么低。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史上最忙大来宾，又唱又弹还要趴。我会弹一段，我让你猜。你是没办法。所以呢？你一个人可以帮忙吗？我啊。 帮他乌龟，王品源乌龟归鞘，中了！司机要好忙，又要弹吉他，还要乌龟鞘。让生意人做这个真的不忍心。每周日晚上8点，台视一起唱，高额奖金送给你。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在温室内种植了1万朵5颜6色的郁金香，像是迫不及待春天的到来，也吸引了游客前往赏花。新闻最后带您快来欣赏。感谢您收看这节台视10点新闻，更多讯息请您持续锁定台视新闻台。我是侯乃荣，我们再会。想袂到，高阳的头这么低。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史上最忙大来宾，又唱又弹还要趴。我会弹一段，我让你猜。你是没办法。所以呢？你一个人可以帮忙吗？我啊。 帮他乌龟，王品源乌龟归鞘，中了！司机要好忙，又要弹吉他，还要乌龟鞘。让生意人做这个真的不忍心。每周日晚上8点，台视一起唱，高额奖金送给你。哦，小救护车，快！
怎么会突然这样啊？他没有吃药吗？现在还不知道真正发烧原因是什么，可能性有很多。我该非常努力坚持生活，好奇，如果有一天你可以来过，但是不要哪个太久。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那上面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继续唱，高额奖金送给你。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全国高中以下学校，也有一寡大学拢按算下礼拜，也就是新历2月25正式要来开学。为了要来防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维护学生囡仔，也有教职人员伫咧学校安全，也有健康问题。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召开专家咨询会议讨论了后，教育部即摆经定各级学校停课的标准，像SARS共款，其中高中以下学校一班若是有一个老师或者是学生囡仔去挖到确定的病例，这班就停课。若是超过一间学校内底有2个老师或者是学生囡仔去挖到，安尼就这间学校爱停课。另外，停课的时间定伫咧14天。也有大学停课标准的部分，是一个老师或者是学生囡仔若确定挖到变做病例，安尼老师也有学生囡仔在课程拢爱暂停。另外，若是超过2个，安尼规间学校都爱停课，这是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同款嘛是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桃园八德警察伫咧抓歹徒，一个查甫20半暝驶车，安尼拽来拽去，驶过中线，警察随划过要来甲伊查，结果伊无爱停，搁再吹油门，赶紧要选。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新佑带咱了解。新佑。是的，主播，我们看到画面上，警方是不断敲打嫌犯的车窗，趁着车门打开的时候，用力的把嫌犯拉出来。看到嫌犯用手抱着头，当场被警方逮捕。深夜呢，在桃园八德突然上演警匪追逐战，附近民众立刻拿起手机录下现场的画面，同时也 po 上脸书指出，他们听到了重击声响。而根据了解呢，这一名丁姓嫌犯疑似精神恍惚，所以开车的时候行驶路径飘忽不定，被警方拦了下来。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丁姓男子因驾车摇晃不定且跨越中线行驶，警方发现鸣笛示意停车受检，该车却拒检闯红灯逃逸。过程中与他车碰撞，员警随时强制其下车。我们听到警方指出呢，这一名嫌犯拒检还冲撞其他车辆，所以呢，我们在画面上面看到有好几辆车是直接停在马路中央，这些都是受到波及的车子。而事后员警也在嫌犯的车上找到海洛因的毒烟蒂，全案也依照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这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多谢新友，同款嘛是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来关心警察脚踏飞毛腿要来抓通缉犯，这是发生伫新历12暗时，伫桃园大溪，2个警察要抓一个桥倒摆的人，无意外，这个桥倒摆的人煞脚底抹油，想要赶紧选。警察看到了后，随甲伊引导，刷落来，这个桥倒摆的人佫想要走。另外一个警察骹手真紧，正脚一个窜出来，直接甲这个桥倒摆的人绊倒伫涂骹，顺势甲抓到。警察讲，原来这个人是毒品的通缉犯，拄到警察要查，心肝头胆胆，才会想要走。甲伊问话了后，已经甲伊依法送办。现主时上新的现场画面，赶紧来关心行政院议会会后的记者会上新的内容。马上大家知道哈，这一次的疫情特别的严重哈，所以除了既有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外哈，需要以特别条例或特别预算来因应哈。那在性质上，这个特别条例是属于灾害防救法、灾防法，还有传染病防治法的特别法。那主要我们在相关的法制上面还算完备，尤其在17年前 SARS 的纾困的暂行条例之后，这2法都已经有相关的研修。那这个修改了以后，事实上我们这17年来的
防疫也好，或者应变也好的相关经验跟机制也相对完善。所以这次的条例虽然没有像17年前的 SARS 暂行条例，29条之多，不过基于补充性、必要性跟急迫性的原则才来纳法。好，那在防治措施部分分为几个奖励、给价、补偿、防控跟租税优惠哦。那首先是在奖励、补偿、补助部分，在第2条我们规定，公私立医疗事机构执行防治、医疗、照护的医事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应该给予补助或发给津贴。公私立医疗事机构与其他相关机关构、学校、法人、团体及其人员执行本条例的防治工作者，著有绩效者，给予奖励。因执行本条例防治工作感染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致伤亡者或身障应予补助补偿各项费用，其子女的教育费用这是第2条的规定。第3条规定是关于已经受隔离居家受隔离检疫或居家隔离者，那么在这个条例给予防疫隔离假那雇主不得视为旷职，强迫以事假或其他假别处理，也不可以扣发全勤奖金、解雇或为其他不利的处分。那为了兼顾有些受居家隔离或检疫者可能是不能自理生活，而需要家人照顾，那这个照顾者一样比照办理那这样的一个情形，除了给假以外，因为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他们的人身自由受有限制。按照大法官会议690号的解释，应该予以合理补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定出，在2年内可以请求合理补偿。那相关的执法由这个卫福部会同相关机关来订定会商相关机关订定。那性质相同的不得重复领取。基本上这个执法的订定会遵循公平原则资源合理分配原则。另外呢，有没有可规则性来订定它的对象跟条件，相关的这一个金额也会参考相关的既有的指标跟标准来做。好，再来就是给薪奖励优惠，这个规定在第4条。那前条第3条的防疫隔离假，并没有强制雇主给薪。当然，如果是因公隔离的话，雇主依法应该予给薪，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公假的概念那在这种情形底下，防疫隔离假，雇主如果仍然愿意给薪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租税的奖励优惠，也就是说，可以就该薪资金额200%自当年营利事业所得额中扣除。那这个扣除项，这一个如果已经适用其他租税优惠，则不适用。那此外，除了现在第3条所指的防疫隔离假以外，那么先前这个疫情指挥官，疫情中心指挥官，他基于应变的需要，那所谓的防疫照顾假，那这种假别，如果雇主本来是任意给付，雇主如果予以给付给这个劳工薪资的话，那这一部分的优惠比照办理。不过特别强调，防疫隔离假有刚刚第3条所讲的给假跟补偿。防疫照顾假在这里面并没有适用第3条的情形，只是在刚刚讲的给薪的奖励优惠有比照办理。好，第5条跟第6条是关于相关的生产设备跟原物料的征用，以及不受国产法相关规定限制的规定。好，在第7条是授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官中心指挥官为防治控制疫情的需要，得实施必要的应变处置命令或措施。本来在灾害防治法的相关规定里面，这一个指挥官有相关的应变处置权。那为了把它明确化，不用间接适用，所以在这里予以规范。此外，在第8条规定，在防疫期间，为了避免疫情的扩散，针对受隔离者、检疫者或确诊者，中央疫情指挥官得指示对其实施录影、摄影，公布其各自为其他必要的防控措施或处置。那这个相关的规定，主要是让中央疫情指挥官他有一个裁量权，基于他专业的考量，
要否公布。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要特别说明的是，《传染病防治法》的第10条跟第11条第2项相关规定，各级政府人员或者按照那规定里面应该受拘束的人员，仍然要按照规定办理。只有中央疫情指挥官基于整体疫情需要而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好，草案第9条是关于纾困振兴的条文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影响而发生营运困难的产业事业、医疗机构、事业机构，得由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予以纾困、补贴、振兴措施及对员工提供必要的协助。那这一部分是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那么是他们各目的事业机关所主管的相关的事业、产业、医疗事业机构来决定之后报院核定。此外，医疗机构因诊疗确诊病人而停诊者，政府应予适当补偿。接着第10条，广播电视传播媒体因为配合政府防疫配套的需要，那么有在指定或是优先使用时段播放防疫的资讯节目，那么通讯传播主管机关得视情形放宽一定期间的广告时间。那因为这个多少会受到影响甚至排挤的效果，那这些商业广告时段按照现在的相关法律规定，它有一个时间上的或比例上的限制。那这里面我们特别规定第10条放宽一定期间的广告时间，以为配套因应。第11条，此次特别条例的经费上限600亿以特别预算编列之。那在立法院通过特别预算前，部分的经费得报经行政院同意后先行支付，借以因应紧急的需要。罚则的部分分2部分，刑事责任跟行政罚款责任。刑事责任部分分3点。第一个，就已经公告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公告的防疫物资有哄抬价格或无故囤积不应市售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的罚金，未遂犯罚之。这里要说明现在比如以口罩这种防疫物资来讲的话，刑法251条是以民生物资公告3年以下有期徒刑。传染病防治法它限于征用类型，而且要情节重大才处以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这样2个类型没有一个中间的处罚的类型在，所以特别予以规范。此外，罹患或疑似罹患者不遵指示而有传染他人之余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200万以下罚金。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现在传染病防治法就自身传染结果有所规定，也就是说要证明到传染了才有处罚规定3年以下，那它是一个结果犯。所以为了避免有传染的危险的扩及跟发生，这里有补充规范的必要，所以定有之余的话，就构成法律上的刑责。第3点，关于假讯息罪的部分，那原来传染病防治法有相关的规范，不过这个规范的规定是最高罚金，罚金也是一个刑事责任，罚金刑300万元以下。那参考到灾害防救法也好，或是食品卫生管理法也好，好，咱拄则听到就是行政院议会会后的记者会上新的内容。另外，社会司要来关心投入信用卡的集团锁定流浪汉来做人头，提供假资料替因来办信用卡，就用这个信用卡提去路了后来赚黑心钱。嫌疑犯伫咧台北市绑架招一寡流浪汉，违法提40外人的个人资料。若是办信用卡办到，就提起一寡固定的合作点头来入信用卡换现金，害4间银行拢总损失500外万。警察抓到7个嫌疑犯，甲因一个依法送办。台北市万华公园内底真侪家友拢聚集伫遮，平常时拢伫遮休困，但无想到因竟然互犯罪集团上钓，摕来做人头赚黑心钱。这钱拢总是不法的所得。警方破一个偷渡的集团，就发现因先去万华地区来招这家友，得到因的证件甲个资了后，利用假设的公司做暗号，替家友伪造财力证明。等资料拢准备好就去银行来办信用卡，找特定的店家来入卡换现金。我咧帮无人去啊，对，参黑心讲我嘛好啊，做人头啊。人头去用 ID 关的足个因所做的
拢共做甲足巧。你要称期啊，你称一期两期，有时伊称啊3期哦，拢无是。知影的家友拢来啉的，更较含的是，这个集团还有配合的店家，只要家友摕信用卡，就会当直接入卡来换现金。家友会当对中来抽15%的利润，店家是收5%之8%，剩的就拢是集团的。而且因为是人头信用卡，集团根本就唔免纳钱，甚至还会持卡，也就是每个月敢若纳上少的额度来换更较大的信用额度。短短2年就已经有4间银行受害，不法得利超过500万。可能是拒不缴款，那另外一种是缴纳最低金额，然后借由这种方式养卡，然后提高信用额度，然后造成银行损失。警方这摆总共带转来7名集团的成员，惊伫咧上头前的姓陈的主嫌，今年已经70岁啊，进前就早起伪造文书才会前科，这摆佫再来做歹，利用家友来伫趁钱，实在是伤悍。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伤康伤芳，医生牵涉到和犯罪集团做伙合法来骗这个保险费。这是主嫌走去各大病院专门找发生车祸患者，讲伊是车祸管益保障协会会长，会当到骹手争取到较好的保险金、赔偿金。相关互伊带去到卫福部彰化病院，找一个医生开假的诊断证明，讲有暂时失去记忆的镜头来骗较悬的保险金。短短1年来已经大抽上千万。公司门口写工会2字，看起来无啥奇怪所在，不过其实这就是专门咧骗保险理赔的变身的基地。警方入去内底调查，发现到真侪假病历。原来这个姓陈的主嫌伫新竹成立假车祸权益保障协会，利用这个名去各大病院找车祸的伤者，讲家己当斗3工，清到更较侪保险的理赔。等到患者来找伊斗3工，才甲人带去卫福部彰化病院，找甲伊有交集的神经内科医生挂号看诊，涉嫌长期开假诊断证明出来，讲患者有短时间的失忆等等，1年来骗到成千万的保险理赔。开出其他医院的医生没有办法开立的失能诊断证明书，那可以拿着这失能诊断证明书再去跟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金。警方追查这个变身有真侪诈骗的前科，即届用这款的手法，互国内10几间保险公司拢互骗去。普通车祸伤者摕到保险金了后，主嫌就抽5成的空米奖，佮买3、4个产品当作礼物送互合作的医生。案件逼出来了后，互指控的姓连的医生坚持讲家己是冤枉的，伊敢若是按照家己的专业来开诊断证书尔。不过警方唔相信，即马包括主嫌医生到涉案的30外个民众，全部拢按照伪造文书，较早起罪上班。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又有工厂牵涉到偷排垃圾水，这一届为了要抓这个违法的业者，高雄市环保局特别接到检举了后，应用这个缩时摄影机，也有空吸机来收集证据。头尾经过2个月，真是证据充分。详细情形，连续记者蔡婉如来带咱了解。婉如。好主播环保局的人员接到检举，赶到当地来稽查，果然发现凤山溪的溪水疑似遭到污染。一路来追查，就见到当中这个排水管源源不绝流出脏水，而且温度很高，不排除正在作业当中。稽查人员是当场用水桶来接水，要保存证据带回采验。这边比较多，这边是吗？环保局日前接到检举，说凤山溪的上游疑似有工厂非法偷排，到场确认，不但是用水质自动连续监测的仪器来监测，为了更精准掌握，还寄出缩时摄影机，甚至是出动空拍机，对这个被污染的区域展开搜证。而经过2个月的时间，是锁定一间位在郊区的拉链工厂设有重嫌，没有废水排放许可，涉嫌偷排，甚至也没有工厂的登记许可证。环保局展开查办，如果情节属实，将会开罚，甚至要求停工。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消息，时间先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婉如，上新的现场消息继续要来关心。拄则咱听到行政院今仔日公布，因为武汉肺炎纾困方案，针对到徛假检疫或者是徛假隔离的民众，按算要来发逐工的生活津贴或者是补助。在野党的立法员认为讲也是无够，会当搁再进一步来讨论。详细情形，赶紧联络记者吴品玲来带咱了解。品玲。
好，观众，带你关心到立法院的最新情况。由于行政院呢在今天就即将拍板600亿的纾困方案，当中有20亿呢要作为振兴抵用券来使用。不过现在针对有些民众是要被居家检疫以及隔离，不能去上班的话，那他们的薪水要怎么办？现在呢，政院初步是拍板说要每日呢提供500块的补贴。不过呢，对此在野党团是有不同看法的。但你听到稍后访问要讨论了哈，我们也有用基本工资打6折，这种算法，这个就是大家要来讨论哈。我们国民党版本里面也有人提到，就是基本工资打6折这个就会比500还要高了哈。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是可以来讨论的。政院的版本也许他们在这个防疫照顾假或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部分，是不是能够照顾到基层受影响的民众或劳工？所以很期待这个部分能够在不管用生活津贴或者是工资的补偿能够入法。不过由于明天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要来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了，由于现在防疫在即，民党的立委郑运鹏就提案了，应该质询时间，立委的质询时间应该要来砍半，让首长可以去进行防疫工作。不过却引发了在野党的立委反弹。在今天呢，郑运鹏他又再补充了，是要求民进党自己的立委要来遵守。不过其他在野党立委要不要跟进，一切都尊重。以上就像有最新情况，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详细的现场赶紧来关心，因为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总统蔡英文下早台北来到台北市上山自由宫参加宫庙办的这个祈福的法会，由总统府秘书长陈菊陪总统来，赶紧来看现场上新。祈福消灾，那么守护台湾，为社会带来安定，为人民带来希望。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妈祖信仰最可贵的地方。那过去台湾遭遇过各种的天灾，还有疾病的挑战，但是台湾人很坚强，总是能够保持韧性，一次又一次的度过难关。这当中妈祖和各地神明的信仰的力量都是很重要对人心的支持。所以这次的肺炎疫情虽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带来一些影响，也难免会担心或恐慌，不过我们有信心，台湾一定可以团结通过疫情的考验。我也要告诉大家，从1月开始呢，政府就全面做好防疫的准备。我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每天都召开记者会，向人民详细报告防疫工作的进度。那么大家打开手机的 LINE， 也可以从卫福部建立的疾管家的账号上，可以得到完整的防疫的资讯，很透明，也很受到国际的肯定的做法。那么这一阵子呢，我们也陆续的视察了口罩、酒精、不织布的生产线，在政府统一调度和支持下，防疫物资的准备充足，那么产量更会持续的增加，请大家可以放心。另外，就在今天，行政院通过了防疫特别条例的草案，我们会跨部会通力合作，来争取我们朝野政党的团结支持，在最短的时间，透过法律和预算，来把疫情的冲击能够减到最低。最后，我要再一次的感谢我们全国各地很多的公庙，愿意站出来，透过法会，贡献我们传统信仰安定人心的力量。只要政府、民间一条心，大家用心相互鼓励、扶持，台湾就一定会平安。敬祝我们法会圆满顺利，大家身体健康，台湾加油，我们一起加油。谢谢，谢谢大家。我们再度感谢蔡英文总统率领全国各界我们宗教寺庙。好，咱拄则看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下早来到上山自由宫参加宫庙办的消灾解的法会上新的现场。另外，搁再来关心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饭店的大房率，花莲到业者来杀员工断尾犹太，鼓励员工趁这段时间会当休特休假，带厝内人做伙来行行咧。另外，搁有一间老店开饭店新历16大规模订饭，因为这个时间较敏感，团讲有员工是互人要求爱休1礼拜无薪假。
价。饭店老板赶紧出来背锅，讲订款和疫情无关系，这段时间的员工同款领会到薪水。饭店的大厅空爷爷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互特别进入小月旅游业是更较困难。大房的业绩一直落。花莲有一间25年的老饭店，伫咧2月16号封馆来做整修，互民众出门佚佗，要来找这间饭店大，却找无。还出来玩吗？对啊。还觉得可惜吗？民众讲真可惜，但封馆的时间实在是伤敏感啊！甚至传出业者要求员工来放1礼拜无薪假，惊要互县政府社会处来关心，饭店赶紧出面来解说。目前是有薪还是无薪假？有薪假。因为我们的年假很多，因为我们资深员工也蛮多的，也不会因为武汉疫情的影响，因为这已经预定的日期开始。但是住房率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并没有明显提高。强调封馆整修跟疫情无关系，但业者嘛承认讲，武汉肺炎的疫情确实有影响大房，尤其是饭店的餐厅影响上大。目前营运状况来讲的话，是以餐饮的影响最大，大概是减少大概50%的营业额，员工都有3折优惠的价格，可以去鼓励员工出去旅游，安排休假、特休假。旅游业要进入小月啊，除了鼓励员工会当先来休特休假，佮提供3折的订房优待，予员工希望会当降低疫情造成的营业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消息是真也是假，互人看甲无啥啥，互人俄罗斯股票女王，今年44岁的艺人刘真，今有人传讲伊敢若心脏有问题，已经住院住1礼拜，到叶克膜当日咧正生死关。消息一个传出来，因翁新娘讲敢若是健康检查尔无代志。刘真的经纪人嘛讲，即马也未联络到刘真本人，希望大家会当家关心。其他演艺界好朋友，像讲综艺头人乌龟，伊讲无偌久才看到刘真上节目录影，认为讲这个消息真有可能是假。对着镜头展示曼妙的舞蹈，有国标女王称号的艺人刘真，别讲敢若是因为心脏的问题已经住病院1礼拜，搁来装叶克膜来维持性命。消息一日出来，伊的翁婿新娘对外界讲，毋是安尼，强调讲只是做健康检查，无代志。但演艺界好朋友也是惊一个，真的蛮震惊的。我们去年特别节目，他还是当评审嘛，这个也不过是2个月多前的事情，他没有什么症状。综艺大哥段乌龟听到消息，唔敢相信，一直讲刘真前一阵仔阁好好，过去刘真定定伫咧面体顶铺文，不过已经超过1礼拜拢无铺文啊，互外界是真烦恼伊的身体状况。马、羊什么他都会，很会学动物的心。因讲若讲起宝贝查某囝，刘真是讲袂煞。44岁伊互外界叫做是国标的女王，嘛因为真高跳舞，加上水水的面膜啊，来踏入演艺界。2014年，甲艺人新娘结婚，2年以后生一个宝贝查某囝。如今却传出敢若因为心脏的问题来装叶克膜抢救，互人是唔敢相信。一直到今麦为止，刘真的经纪人表示，拢也无联络到伊。多谢大家关心，传出就连身躯边的好朋友嘛，着急要联络，想要来问伊的健康情形。对着新娘强调只是做健康检查的讲法，嘛互民众感觉真不安。今麦就等因出面来向大家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在咱台湾跳国漂舞真出名的刘真，今嘛消息传讲，因为心脏的镜头当日咧急救病生死关。刘真可能俄罗斯国漂舞的女王，伊自小学开始学芭蕾舞，一跳跳12年，阵安尼有基础。18岁时开始来学国漂舞，23岁迄一年决定要行家己的兴趣，也就受机缘进入演艺界。伊真爱跳舞，当作是那生命共款。过去伊捌讲过讲，若一天无跳舞，就会面色真歹看，因为真拍拼，互人学到伊是国漂舞女王。2019年10月，封作国漂舞女王的刘真参加台中国际舞蹈嘉年华，表现伊的活力。真爱跳舞表演的刘真，佮捌甲世界冠军舞王共台跳舞过。克服会惊的心情，为2公尺悬的舞台顶的直接向后壁倒落，互民众看到心惊胆吓。刘真到底有偌爱跳舞？伊捌安尼讲过。我很喜欢跳舞，我如果一天不跳舞，就会觉得自己面目可憎。
对跳舞有伊的坚持，无怪会红叫做国漂舞女王。1975年出世的老真，上厉害的是国漂舞甲拉丁舞。因为国校开始就有咧学芭蕾舞，头尾跳12年，18岁开始跳国漂舞。大学毕业了后的老真，听父母的话，考虑去美国银行。不过伫23岁的时阵，决定要实现家己的梦想。透过大细项的比赛，变甲愈来愈有名，尾也入去演艺界。喜欢的是孝顺然后善良的男生。伫2014年，伊拄着因翁新娘，两个人的婚礼办伫夏威夷。结婚了后，新娘佫讲会当娶着老真，就亲像着骆驼同款遐尔好运，因为伊会饮翁婿。老真毋但跳舞的专业表现佫真好，佫捌伫演艺主持界有袂歹的成绩。比较快了一点。那少伟身上这一套，在健美先生要出场前啊。家己台视综艺节目《少年特工队》主持人，甲5566练国漂舞，伫时代附中65周年校庆顶的，伊嘛用校友的身份去参加庆祝。我是729班刘真。不管是穿学生的衫，还是扮作刁神，老真凭伊的才情甲骨力拍拼的个性，互伊见来就台拢会当正做台顶上听目的迄个人。记者综合报道。我世界大代志来关心，当年即阵北海道望洲市出名溜冰的景致，真侪人专工要来看伊。一个大学生徛伫溜冰的顶面，就安尼溜去海里，该在半点钟后，佫溜倒来海岸边。穿乌衫的查甫大学生，一个人徛伫个水流冰顶悬，看到安尼浮一个沉一个，甲看伊的边仔嘛是安尼无大无旱，若是一个無長知道，可能跌落去海底。这个画面看到是真驚險。大学生はこちらから流氷に乗り、15メートルほど沖合に流され、その後押し戻さ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代志就发生伫个北海道望洲市的尊宝海岸。伫个12日下晡，这个19岁的查甫大学生去当地观光，不过伊煞安尼一时拉尾共徛起咧水流冰顶悬，想讲要来翕一张较特别的相片。无疑误讲，这个水流冰煞安尼豆豆溢去海中央，搁去溢15公尺远。这个查甫大学生总啊钓伫个海面有30分钟，加在尾啊，这个水流冰搁溢转岸边。这个查甫大学生才紧上岸，无受伤到。一つに乗ってみたいなというのが、どうしてもありますがしません。レンタカー屋の方に乗らないようにと言われますので乗りません。这一幕拢去互民众甲翕落来，警方嘛呼吁讲，这款的行为是真危险，大家千万都唔通对咧做。事实上，尊宝海岸是这个望洲市内看水流冰上好的地点，有真侪民众拢会挑工走来遮取景。不过，这个查甫大学生为着要翕水相片，遮尔拉尾无顾家己的安全，实在是有较空坎啦。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若空坎嘛需要功夫。这是2020年世界博览会去年10月伫咧杜拜开幕，头尾173天，展览会伫咧新历2月14展览上新的喷射机飞行中，专业的法国飞行员穿55公斤重的喷射装备，为涂骹飞起伫半空中，袂输是鸟翅爬楼、狮仔摇头，靠着头也佫有身躯来控制飞行的方向，会当伫咧半空中踅圆裤仔看规个杜拜，亲像是漫画电影的主角更替人出现伫咧现实的生活。现实的生活当中，真正有更替人。这名飞行员派着喷射机，穿飞行装备，对地面飞起来，一面飞，搁一面来翕美景，搁飞去摩天轮的边啊，伫咧大楼中转来转去。这个画面，互人是感觉真正想袂到。法国飞行员文书伫咧2月14号，将55公斤半纤维飞行装备派伫咧身上，靠4个真细粒的喷气式引擎来作动，成功飞起咧天顶。文书上悬飞到1800公尺，时速上紧达到每点钟400公里。不过喷射的装置无转向的功能，文书就要用家己的头甲身体来控制飞的方向。成功伫咧天顶飞3分钟以后，拍开降落伞，平安返来地面，甲团队分享这个欢喜的心情。Es ist ein großer Schritt für uns, weil es das erste Mal war, dass wir völlig autonom waren. 这项特技表演是2020杜拜世界博览会一个声目的重点，由 S 杜拜主办。今年的喷射装置突破以往的限制，让飞行员会当直接对地面就飞起来，唔免对飞机顶飞落来。S 杜拜团队希望未来会当研究出更较新的喷射装置，让飞行员免用降落伞，嘛会当家己安全来降落。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关心，这阵啊，真侪人为着要防疫，拢较接洗手，不如果若是用干洗手或者是酒精喷一个伤过济，恐惊引起到湿疹、皮肤炎的症头。
没有，我就要问你哦，咱母啊外口是不是有到底？到底在干嘛？谁的阿嬷？等一下，你可以带我去车站吗？花卉最常在这个婚纱店发文，我猜这应该是他上班的地点。我一定来唱几所在，为这一顶藏宝图。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那黑天暗地，你来呀，已经等来啊。不是，我讲你别活咧。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PK 玩法再进化，焦哥连宝贝也能玩。先来剪刀石头布，黑白色。剪掉。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里咱生活中共款常常讲会到，这里就是宝。宝就是交颠倒变的词，意思就是讲一个物件看起来扁扁白白，刷来嘛当讲是物件较少无济，像咱讲保酒保茶、薄利多销。另外文音读做博，像讲过去歌戏常常听到博蒸笼，这就是读文音。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保利丝，这个意思是讲一个物件真浅无够，像讲肉片保利丝。第二个词薄板，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的体格身材真散，薄甲敢若茶板同款扁扁。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比如讲，伊本身的体格都已经散个薄板，个穿甲呢保利丝，看起来个较散挑。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薄，这是白音，文音读做薄，薄情的薄，提供给大家来参考。继续健康的话题，要来关心这阵啊，因为防疫，真侪人拢较接洗手。若是用干洗手或者是酒精，爱特别注意。若是用一个伤过接，可能会引起到湿疹、皮肤炎。像讲台南基美病院最近因为湿疹的患者来予医生看的人，加差不多2成。医生特别呼吁讲，上好若有水就用水来洗手，安尼较无代志。就是夹在一起，然后就可以洗到指缝之间的一些平常比较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武汉肺炎的疫情愈来愈严重，洗手正做防疫的一个真重要的工课。不过，少有人用酒精打洗手，用甲变做富贵手。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真侪人拢会用酒精来消毒。不过，伤过接消毒，颠倒互手出现湿疹，结果病院这阵啊，手出现湿疹的人就加2成。为求方便性啊，开始用一些酒精性的干洗手。那其实我们一般的干洗手，其实它刺激性还是蛮大的。因为酒精会刺激皮肤，喷在手顶面了后，手会变甲较干燥，伤过接喷会伤害皮肤的表面，尾啊变做富贵手。防疫的关头，其实我们还是要建议民众，还是一样要用一个洗手乳或者是一些肥皂类的来做一个清洁。虽然说还是会对皮肤造成一些伤害，但是我们可以用后续的一个保湿的一个乳液、一些护手霜来作为一个保养。其实，若医护人员包括美发业、甲刀子师，手嘛拢会出现湿疹。医生嘛提示讲，若是有水，就尽量用水来洗手，做好保湿的工课，避免因为洗手放液，尾啊煞变做湿疹。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同款嘛是为着要防疫的话题，真侪人伫咧网络三咧黑白讲、黑白传消息，即马拢爱发。我们看这个。没有，我就要问你哦，咱母啊外口是不是有到底？到底在干嘛？谁的阿嬷？等一下，你可以带我去车站吗？花卉最常在这个婚纱店发文，我猜这应该是他上班的地点。我一定来唱几所在，为这一顶藏宝图。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那黑天暗地，你来呀，已经等来啊。不是，我讲你别活咧。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PK 玩法再进化，
交个连宝贝也能玩。先来剪刀石头布，黑白色。剪刀石头布，恭喜获胜！黑白色，这个对。哎呀，我最不会就是猜拳。那我们玩一种传统的好不好？滑杯。对不起，来谢谢丰泽，来还 OK 耶，你示范。伟伟，3、2、1，好，警徽有没有？我们节目越来越奇怪了吧？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台视复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要是你不道歉，你觉得这颗撑得过这一次？真是有。叫。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赶紧带大家关心现主持上新的现场画面。下早啊，新北市成立客家检疫关怀中心，卫福部部长陈时中，也有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做伙参加。针对着昨暗，咱台湾新增加一个北部确定的病人，即马也搁咧调查讲，到底是为倒位画着，也搁有接触过什么人？针对这件代志，有一寡民众烦恼，讲敢会是变做社区感染？做伙来看，卫福部部长陈时中，也有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上新的讲法。其实我们现在公所已经进到第2阶段了哈，就是监测的量能超过15人的时候，我们就调度其他科室的人力哈。那目前板桥区因为有580个人，我们里干室只有32位哈，所以我们已经启动第2阶段的一个人力。那第3阶段的部分呢，我们是预计应用我们的志工哈，包括我们有169名社务志工跟124名的行政志工。那我们目前是还没进到第3阶段，但是将来如果量能大的时候，可能会启动第3阶段的部分。以上报告。好，谢谢板桥区公所。还有没有其他局长要跟部长报告的？南西南板桥西北上大的沙里波三重区长，来喽，你有没有说要讲的？你是西北啊？是三重区报告。那我们这一次在执行居家检疫，三重目前累积的个案是466位，那目前我们还在监管的有387位，那公所在第一线投入的，我们里干事35位全部都投入，那我们在后端公所的其他的科室、内勤科员等，我们也有将近100位的同仁在投入支援他们。那在这一段期间呢，其实我们对这些个案的关怀，包括他们的送餐啦、就医啦，甚至领药啦，还有遇到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状况啊。那我们公所跟警政还有卫生还有我们的环保，其实我们就好像一个还没有完全雏形的一个关怀中心。那事实上，我们在执行这些个案提出来的这些种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的比较有一点困扰，就是有许多这种专业的处理回答必须透过1922。那往往1922回答的问题那在个案那一端跟我们公所这一端窗口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做一个一致的联系，所以会造成个案它会对于我们提供的服务可能我们跟这个1922会不一致，所以就会造成一些个案上的一些这个疑惑。那我们觉得是说，在1922处理这些个案的一些咨询服务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尽量的提供他们能够很专业然后能够很就是周延的甚至比较有效率的一些处理。那这样子我们在第一线，我们公所端跟1922跟个案，我们能够结合在一起，我们能够提供给个案一个更快速更一致、更精准的一个服务。我想这样子会对我们的疫情的防治会更有帮助，这个是我们公所的一个建议。以上。好，谢谢各位区公所，还有没有什么要跟部长？难得好机会有问题要赶快讲啊！
没有，没有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哈。谢谢2位区长，有把很多的问题给部长知道哈。谢谢你们啊，等一下看看部长有什么指示哈。好，谢谢你们。好，谢谢部长，谢谢市长。那我们是再请市长可以为大家来勉励几句。好，那我们请部长。谢谢。那我就坐着讲好了哈。那侯市长，那还有市府的团队，那我们民间的团队，不管是医师公会、药师公会，我们的心理师，我们的医院，那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一次的一个关怀中心的成立。那侯市长这要做的跟我想要拜托他做的是差不多，但是呢做得更好，做得更好。我们看到来这里，第一个看到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那这是充分来显示新北市政府的一个行政的效能跟地方的一个合作。那我们当然希望中央地方一起来，我们防疫才有可能会做得好。那整个我们来看看，在一个未来的一个居家检疫，它压力必然会越来越大。整体这样的一个武汉肺炎的这病毒在全世界或 WHO， 我们看起来就不断的有新的状况出来。这个病毒你要说它很狡猾，确实它很狡猾。可是我们怎么样有系统的、有步骤的来做防疫，这是我们全国要一起动起来。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在从入境到居家，我们极力的要把资讯化引进，把资料做正确来，希望一步一步的能够达到零时差。从那时候的3天，这样的一个没有办法联络或资料仍然不全，到现在已经接近到1天。那未来我们相关的资讯化再进来，希望能够更快。可是当到地方的时候，我们当然大家的很多来讲说拍拍照乱来，这点的要给它重罚。但是呢，更重要就是说，你怎么样运用地方或者我们社会的力量。好，咱拄则看到是卫福部部长陈时中，即马现主持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要来讲到防疫，嘛要特别注意消息唔通乌白传。像讲台中一间酒店到员工大客诉，提起大家讲一间车行内底有人买到中国武汉肺炎，这个消息引起大家真惊惊。另外，咱嘛看到这是通讯软体传讲头一个这个死者在生进前去过到一寡所在，叫大家莫去。搁再传讲病院嘛买到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落尾警察无偌久，就随找到这3个消息乌白传的人，依法上开会罚300万。是个迄个青乌伊个司机啦，要死进前即几工讲走去耳鼻喉科看2摆啦，真正死啊，别忘啊！这个录音伫这2天出现伫咧各种社群平台顶悬，内容是讲台湾头一个肺炎的死者伫咧在生进前4假来探病毒，经过调查，这是一个假消息。死者伫咧在生进前确实有去看医生，但是全体员工头一个时间拢有配合隔离。我们的医护人员有去做检查，通通都是阴性的，而且2月3号到现在已经早就过了14天。强调对这个司机有印象，2月初1暗时来看医生，当时就有发现症状无亲像是一般的感冒。初3回诊的时阵无较好，所以就转进去大病院，无想到到最后也是无救回来。如今煞变做是网络的传言，诊所的医生出面来解说。自从出现武汉肺炎头一个死亡的个案，网络或者是通讯的社团拢出现传来传去错误的消息。刑事局调查顺利抓到3个嫌犯，拢讲家己是听人讲的，涉及造谣会来依法开罚。另外，伫咧台中有一间酒店的员工大过世，讲某一间车行嘛有人确诊，呼吁当事都爱细腻，嘛是一种无事实的指控。就是大家都口头上在那里传，那个是一个误解，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是当然是会有委屈来，是稍微受点影响，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啊。违反的法令如果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就是散布不实讯息还有另外就是传染病防治法第63条，这个本身最重都可以罚到3年以下，以及新台币300万元。警方搁再一摆来呼吁，非常时期，民众一定爱再三来确认消息甲资料是毋是有正确，千万唔通变做是造谣的共犯。若无上悬，会当来罚300万。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咱台湾，为新月19起，一寡药局、西药房开始咧卖酒精。为20了后，喙炎的数量变较侪，引起药剂师因的工课煞嫌讲做袂了。伊嘛反映讲，规工干那卖喙炎就无用试试，其他的工课拢免做啊。另外，佮用家己休困的时间来入喙炎，嘛伫咧拄到人客骂时，爱笑笑来互人礼。药剂师希望政府会当有更加侪相关的配套办法来减轻因的负担。提批真细腻，甲一箱一箱的酒精搬上车，准备要送去指定的药局。总共1箱24瓶。为2月19开始，全台湾超过5600间特约药局，拢会有酒精通卖。每间药局的量拢有72罐，一罐卖40块，开放予民众去买。不过安尼嘛，予药师的工课变多。以我们药局来讲，我们人力上还足够，所以尚可。可是对很多单人药局来讲的话，势必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跟挑战。喙炎一日来，药师就无用咧包装。为20号开始，药局卖大人的喙炎数量加倍，为本来200袋增加到400袋，阿囡仔的喙炎嘛增加到200袋。武汉肺炎的疫情，予国内民众开始咧抢防疫的物资。即摆药局唔但卖喙炎，搁爱卖酒精，予药师添甲要害去。酒精口罩，其他的工作都不用做了，都不用做。我们慢签的客人还是要以领慢签为优先。按你说又要分心去发放口罩，也会影响到我们调剂的正确性。有药师逐工干那包装喙炎，就无用到半暝啊，干那会当打广告，请2工来到3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啦，其他的事情，我们知道是休息就是2点。差不多到2点才能休息，这没有多的时间，所以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减少一些工作负担，这样。嘛有真侪药师伫人面前反映讲，无条件配合政策实在真忝。嘛有人算讲，规工拢咧卖喙炎，家己本业的工课拢无法度做，有的民众佫会甲伊骂。叫做辛苦的，嘛是爱做啊。为着防疫，药师全力配合，辛苦干那会当家己吞落腹肚底。那希望政府会当有更加侪配套，嘛希望民众加甲因体谅。记者综合报道。我们看这个。没有，我想要问你，咱母啊外口是不是有到底？到底在干嘛？谁的阿嬷？等一下，你可以带我去车站吗？花卉最常在这个婚纱店发文，我猜这应该是他上班的地点。我爱定来唱几所在，为这几顶藏宝图。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那黑天暗地，你来呀，已经等来呀。不是，我讲，你别活咧。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PK 玩法再进化，交哥连宝贝也能玩。先来剪刀石头布，来100次。剪刀石头布，恭喜获胜！100次，这个对。哎呀，我最不会就是猜拳。那我们玩一种传统的好不好？滑杯。OK， 来，谢谢丰泽，来还 OK 耶，你试试看。伟伟，3、2、1，好，警徽有没有？我们节目越来越奇怪了吧？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要是你不道歉，你觉得这颗撑得过这一次？你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小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不想要当一只鲨鱼的时候，你可以第一个让我知道吗？你在这里干嘛？开了，躲开手，你裙子破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
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可是喜欢的话就应该告白啊。所以你遇到喜欢的男生都会主动表白。如果对方很迟钝的话。迟钝？好浪漫哦，他们两个人，秋天我也想环岛。我睡觉的时候，你想抱着。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老人做代志，旁是一个饭碗，咱相手磨是一条性命。只要你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我们看这个。没有，我喜欢朋友。咱母啊，外口是不是有道理？到底在干嘛？谁的阿嬷？等一下，你可以带我去车站吗？花卉最常在这个婚纱店发文，我猜这应该是他上班地点。我一定来唱几所在，为这一顶藏宝图。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那会黑天暗地，你来呀，已经等来呀。对不起，我讲你别活咧。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PK 玩法再进化，交哥连宝贝也能玩。先来剪刀石头布，来白色。剪刀石头布，恭喜获胜！我最不会就是猜拳。那我们玩一种传统的好不好？滑杯。对不起，来谢谢丰泽，来还 OK 耶，你试试看。伟伟，3、2、1，好，警徽有没有？我们节目越来越奇怪了吧？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唱。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要是你不道歉，你觉得贝克撑得过这一次？你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小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不想要当一只鲨鱼的时候，你可以第一个让我知道吗？你在这里干嘛？开呀！躲开手！你裙子破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喜欢的话就应该告白啊。所以你遇到喜欢的男生都会主动表白。如果对方很迟钝的话。迟钝？好浪漫哦，他
们2个人，秋天我也想环岛。我睡觉的时候也想飘走。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咖喱的阿里山，即马拄啊可是烟花季。虽望今年中国游客来到台湾的人数，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一日减真济。也毋过对咱台湾人来讲，即马拄啊可是上山赏烟花的好时机，因为空气好，阁袂人客人。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赏花，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岛新闻。没有，我喜欢朋友。咱母啊，外口信不信到底？到底在干嘛？谁的阿嬷？等一下，你可以带我去车站吗？花卉就